今日係2026年嘅3月17日星期二，咁我哋又有一個全新嘅節目啦，叫做星期二積金易。咁我哋逢禮拜二咧就會用2分鐘嘅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關於強積金嘅資訊嘅。咁今日我哋就會一齊講下呢一個積金易大家成日聽到嘅名，但係又好似唔係好熟，甚至乎咧完全都冇接觸過嘅呢一個名。咁積金易係啲咩咧？佢英文咧叫做 eMPF， 咁大家可能喺廣告都會見過噶啦。佢係由積金局最新推出嘅平台啦，咁就去俾大家統一咧去管理自己嘅強積金賬戶嘅。如果以前咧我哋可能有返過幾份工嘅時候，咁我哋可能會有幾個強積金嘅賬戶啦，可能一份係舊公司嘅，一份就係依家嘅公司嘅。咁如果我哋要去做基金管理嘅時候啦，咁我哋就要逐間登入噶嘛，以前。但係依家有咗積金易嘅時候咧，大家只要開一個戶口，咁就可以喺同一個地方咧睇晒所有強積金嘅資料啦，包括最新有幾錢啦、供款記錄啦，甚至乎轉基金都可以喺同一個平台上面度做嘅咁樣。第二個問題，大家可能會經常去諗到嘅就係話，如果我要轉基金嘅時候，依家一定要喺積金易處理，係咪呢？答案係㗎。以前咧，可能唔同嘅強積金公司都會有自己平台可以俾大家登入去做呢一個基金轉換啦。咁但係依家咧，積金易佢就將所有咧有關強積金嘅行政嘅部分咧，就統一咗喺呢個平台上面做。咁所以我哋如果要轉基金嘅時候咧，咁大家一定要去登入翻呢一個積金易 eMPF 啦，咁樣。再分享多一樣嘢，就係有關呢一個叫做整合強積金啦。咁依家咁方便，有咗呢一個積金易嘅平台，一登入嘅時候，咁我自己做整合都得啦。甚至乎我要去所謂嘅夠咗65歲，又或者可能提早退休啦，咁我自己登入積金易都可以拎到錢啦。答案係唔係呢？就係㗎噃，因為如果大家係有去登入過積金易呢個平台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咧個操作咧都係相對以前咧簡單好多嘅。如果大家好清楚知道點樣去操作呢一個界面啦，又或者係做基金嘅一啲調配嘅時候，知道自己想點樣轉，邊一啲基金適合自己嘅話，其實係絕對可以自己喺積金易上面咧去操作嘅。但係如果同時間我哋話想分析市場嘅表現，配對翻自己喺當刻嗰個風險承受嘅能力，又或者甚至乎想有個人去喺行政呢一方面咧，去幫自己簡單去做到各項嘅調配或者可能呢一個叫做去拎強積金咁其實咧揾專業顧問咧仍然係有個價值喺度嘅。咁所以積金易嘅出現咧就唔係我哋取代agent 嘅，而係咧去幫大家更加方便去管理到自己嘅強積金嘅錢啦咁樣。最後都提大家啦，積金易嘅開戶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喎。大家只需要下載手機 app 啦，用翻政府嘅智方便 iAmSmart 去做翻認證，幾分鐘其實就已經可以開得到噶啦。今個星期嘅積金易快訊星期二積金易就到呢一度啦。大家可以投票留言講下你有開咗積金易未啊？下個禮拜二我哋再見啦。